刚才你俩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知道这么多干嘛？我怕裴恒对你余情未了。等到你100年之后需要谥号的时候，我就给你取一个，叫玄虎簇王吧。我看行。大部队来了，大部队来了！少城主、城主、大郡主、二郡主都过来调研了，你们抓紧啊！快给我盖起来！我告诉你啊，楚楚可精明的很，千万不要让母亲发现了。快！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不光裴恒这事，我得知道你全部，这样我才安心。少君，你们倒要快点啊！人都来了，快盖起来！我们俩都坦然相见了，哪还有什么事能瞒着你？盖起来！哎，你撒谎的时候，这眼神总是飘忽不定的。你还没跟我解释过，你武功呢？我到玄武城再给你解释好不好？你先盖起来，快来不及了！行，那就说定了。如果你再敢骗我，我就要镇夫纲了。多人让送。芊芊，母亲，我们再看芊芊最后一眼吧。城主，还是别看了，免得伤心。母亲，母亲，芊芊已经去了，你身体为重。罢了，别看了，还是让她歇歇吧。母亲，我有一个可保尸身不腐的方法，能让故去的人音容永存。什么方法？以丹砂炼制水银，灌入血脉，可保遗体不朽。这不是要毒死我吗？芊芊生前怎么说也是少城主，怎可对尸身不敬？算了，还是让她安息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府上有一块上好的棺木，密不透风，可驱虫防潮，也显逝者尊贵。一会儿给芊芊换上吧。棺材封得死死的，不等韩硕把我挖出来，我都憋死了。芊芊忤逆城主，算是罪人之身，不配用这么好的棺材。二郡主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既然是罪人，不能入祖宗陵墓，但母亲也不可能看着芊芊在外流浪，做孤魂野鬼吧。不如就土葬改为火葬，将芊芊炼成一颗舍利，供奉在祖宗祠堂，以慰她在天之灵。这是想将我灰飞烟灭啊！死都不肯放过我。二郡主和芊芊究竟有何深仇大恨？韩硕，你如此激动，莫不是心虚吧？难不成你对芊芊做了什么手脚？陈楚楚，她可是你妹妹。陈楚楚，住手！空气没了。芊芊，芊芊，我的女儿。芊芊，母亲与你就此诀别。你若泉下有灵，就常常到母亲的梦里来。每逢初一、15，我会为你祭祀。你的2位姐姐也不会忘了你的。城
城主节哀啊！城主节哀。母亲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城主，生死有命，您身体为重。韩硕，芊芊为了你，都做到了这种地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。母亲就这么走了？她都不对着我的棺材多说两句，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死了她都不原谅我。他估计都已经知道你的计划了。嗯。